大家好，我係亞樂，歡迎嚟到亞樂粵語講新聞。今日講香港職場，我想用畢馬威4月發表最新香港就業市場展望2026報告，睇清楚香港職場正發生乜嘢變化。呢份調查喺26年1月12號至1月25號進行，收集咗280幾名中國香港企業高管同專業人士嘅意見，佢哋嚟自多個行業。當中60%所屬機構總部設喺中國香港，41%擔任領導職位，當中1/5係首席級，2/6係部門主管或者同等級別。所以呢份報告反映嘅係企業高層、人力資源專業人士同職場決策者點樣睇26年香港就業市場。如果用一句説話總結，職業市場唔係完全冇工，而係重新洗牌，普通崗位會面對更大審查。關鍵技能會變得更值錢，企業請人亦都會由補充人手變成選擇可以為公司增值嘅人。呢份報告幾個數字之間出現明顯矛盾，企業整體招聘變保守，但某啲人才仍然被搶。高層對人手方向出現兩極判斷。AI 使用加速，但遇到好多痛點，員工想要穩定。但留任唔等於真正有歸屬感。公司知道福利同彈性重要，但多數企業未必有空間全面加碼。今日就用呢幾個矛盾拆解香港職場真正發生緊咩事。畢馬威報告顯示，所有受訪者入面，26年只有19%預期公司會增加員工人數，22%預期會減少員工人數，35%預期冇變化。24%仍然不確定，同25年比較變化好明顯。25年預期增加員工人數係24%，到26年跌到19%；25年預期減少員工人數係14%，到26年升到22%，唔確定比例亦都由17%升到24%。呢幾個數字放埋一齊，反映企業心態轉弱。公司唔係唔請人，但請人變得更保守。報告開頭已經講到，喺經濟不確定性、成本壓力、持續自動化同重組之下，僱主持謹慎態度。企業請人唔再只係睇部門夠唔夠人，而係要計算每一個職位嘅回報。職位係咪帶嚟收入？人手係咪提高效率？崗位係咪減少錯誤？團隊係咪可以用更少人完成同樣工作？呢啲都會成為企業考慮招聘嘅問題，所以好多打工仔會覺得市面上仲有招聘廣告，但真正容易入職嘅機會少咗，面試要求高咗，僱主揀人慢咗，人工談判空間細咗。呢種感覺背後其實係企業招聘心態改變，公司要每一步都更加小心。再睇首席級受訪者，26年。首席級受訪者入面，29%預期公司會增加員工人數，同時亦都有29%預期公司會減少員工人數，21%預期冇變化，21%不確定。同25年比較變化好大，25年首席級受訪者入面，44%預期公司會增加員工人數，只有12%預期會減少員工人數。去到26年。增加同減少都係29%，呢個係報告最值得留意嘅矛盾之一。首席級即係 CEO、CFO 或者高層決策者，通常更接近公司真正方向。呢組數字反映高層對26年人手方向已經明顯分化，部分企業仍然有擴張需要，但另一部分已經將重點放喺重整同成本控制。對打工仔嚟講，重點要睇自己身處嘅行業同崗位，究竟係屬於增長位置定係成本審查位置。如果一份工作能夠帶嚟收入、改善效率、支援科技轉型或者處理客戶同市場機會仍然存在，但如果工作內容高度重複、難以量化成果，又容易被工具協助，壓力就會增加。所以今次報告唔係講香港職場全面冰封。呢份報告另一個矛盾係企業一方面招聘保守，另一方面仍然需要特定人才。人才發掘部分顯示，認為招聘極具挑戰性嘅受訪者比例由25年11%跌到26年3%。表面睇好似揾人冇以前咁難，但睇仔細啲，問題仍然存在。
26年仍然有23%受訪者認為招聘非常有挑戰性，27%認為相當有挑戰性，48%認為雖然有啲挑戰，但仍然可以應付。即係話問題唔係完全請唔到人，而係要揾到合適嘅人唔容易。報告亦都列出需要海外人才嘅職能或者部門，最高係銷售與市場營銷43%，第二係科技或者信息技術37%，第三係運營與供應鏈28%，第四係研發24%。呢組數據解釋咗點解一邊話企業招聘保守，另一邊又話企業仍然要搶人才。答案係企業唔係缺普通人手，而係缺特定技能。企業真正缺嘅係能夠帶嚟收入、推動科技應用、改善營運效率或者支援研發創新嘅人才。呢類人唔係普通人手，而係可以直接幫公司解決增長、效率同轉型問題嘅關鍵人才。所以香港職場最大變化唔係完全冇工，而係普通人手同關鍵人才之間嘅差距越來越大。對打工仔嚟講，呢個信號好清楚。你要令自己由普通人手變成公司覺得值得保留、培訓、加人工嘅人。跟住講人工智能。畢馬威報告入面 AI 部分分成兩層，第一層係人工智能嘅應用，第二層係整合人工智能時嘅挑戰。先講應用。報告顯示，67%受訪者表示機構已經採用人工智能，當中24%機構已經廣泛應用 AI，而5年廣泛應用 AI 嘅比例係8%，即係1年之間廣泛應用比例升到大約3倍。呢個數字代表 AI 已經係進入企業日常營運。以前好多公司可能只係試用 AI 寫初稿、做摘要、整理資料、做簡報框架。但越來越多公司開始將 AI 放入工作流程，呢個會改變公司對人手嘅計算方法。以前一個部門需要5個人處理文件、資料整理、報告初稿，用咗 AI 之後，公司會問4個人可唔可以做到？以前一啲初步分析要中層員工先做到，用咗 AI 之後，公司可能會問初級員工加工具可唔可以做到一部分？所以 AI 對職場嘅影響唔只係取代某一個職位，更深層係改變公司對每一個職位嘅估值。不過報告亦都提醒我哋 AI 落地不容易，整合人工智能時嘅挑戰入邊，最高比例係32%，難以揾到優質人工智能解決方案供應商。另外3項都係29%，包括對數據私隱同網絡安全嘅擔憂，內部對 AI 解決方案嘅專業知識或者認知有限，以及難以將 AI 解決方案同現有業務流程對接。仲有21%提到不確定嘅監管或者合規要求，18%提到員工或者管理層對變革嘅抗拒。18%提到數據質素較差，影響 AI 解決方案有效運行。呢啲痛點好實際，企業唔係買一套 AI 工具就即刻成功，佢要處理供應商私隱安全、內部知識、流程整合、合規要求同員工抗拒。所以 AI 對打工仔嘅影響唔係一夜之間全部人被取代，更加可能係一場長期流程重組。識得將 AI 放入實際工作流程嘅人會變得更有價值，只停留喺舊做法嘅人就會慢慢受壓。呢個先係 AI 時代真正嘅職場分水嶺。你未必需要做工程師，但你要識得用 AI 改善自己崗位。更重要係你要明白業務、工具、數據安全同流程之間嘅關係。未來真正值錢㗎，唔係只識用 AI，而係識得將 AI 變成工作成果嘅人。講完企業同 AI，再講員工。報告人才管理部分有一個重點叫員工歸屬度。整體嚟講，只有36%受訪者表示願意繼續為現任僱主工作，但行業之間差異好大。消費品市場係57%，金融服務係41%，公共服務係21%。呢組數據反映留喺一間公司唔等於真正有歸屬感。員工選擇留低，背後原因可以好複雜，可能係滿意現職，亦都可能係未見到更好機會。轉換工作風險、家庭開支、供樓租金同年齡壓力，都會影響一個人會唔會離開現有工作。
所以留任唔一定代表忠誠，亦唔一定代表開心。好多時候留任只係一個相對安全嘅選擇。報告另一部分講到吸引人才、工作彈性、事業發展同工作滿足感，一直係員工考慮新機會嘅時候最優先嘅三大非金錢因素。26年，員工重視嘅非金錢因素入面，最高係工作彈性及工作與生活之間嘅平衡48%，第二係事業發展及晉升機會42%，第三係工作滿足感38%，第四係穩定性37%。另外，進修及發展機會係22%，彈性工作時間係20%，方便嘅工作地點係19%。年假同額外休息日或者假期，亦都係19%。呢組數據話俾我哋知，香港打工仔唔係只睇人工，佢哋同時重視彈性、發展、滿足感同穩定性。更值得留意係工作滿足感由舊年47%跌到今年38%，呢個跌幅反映打工仔唔係冇感覺。只係喺市場變保守嘅環境下，好多人就算唔滿意，都未必會即刻轉工。所以企業留人唔可以只靠一句市場差，員工自然唔會走。如果工作模式長期消耗人，發展空間不足，彈性又唔夠，就算員工暫時留低，歸屬感都未必高。呢個先係企業留低人才嘅真正難題。報告入面有提到留住人才，列出員工尋求新就業機會嘅驅動因素。26年最高仍然係薪酬待遇68%。香港生活成本高，租金、供樓、交通都令人工仍然係最現實因素，但人工唔係唯一原因。第二係事業發展同晉升機會40%，第三係工作量同工作壓力39%，第四係工作彈性同工作與生活之間嘅平衡38%，第五係工作穩定性25%，第六係組織文化24%，第七係同現有主管嘅關係21%，第八係進修及發展機會16%。呢組數據理解，員工轉工第一原因仍然係金錢，但如果工作壓力太大，晉升空間有限，工作缺乏彈性，生活長期失衡，員工一樣會想走。所以企業如果想留人，唔可以只係講公司文化，員工最現實睇到嘅係人工是否合理，發展是否清楚，壓力是否可以承受，工作模式是否可持續。對打工仔嚟講，轉工亦都唔好只睇人工。新職位有冇發展、彈性、工作量是否合理、上司同團隊是否配合，都會影響長遠去留。一份工人工高少少，但壓力大好多，未必一定值得。一份工人工未必最高，但有發展、有學習、有彈性、有穩定性，長遠可能更加適合。香港職場而家唔係簡單鬥人工，而係人工、彈性、發展同穩定性同樣重要。再睇員工福利，40%首席級部門主管或者人力資源專業人士預計企業會喺26年改變員工福利，但同時60%預計冇變化。福利變化入面16%預計提升福利，15%預計提升某啲福利，同時減少其他福利，9%預計減少福利。呢組數字反映企業知道福利重要，但未必有足夠空間全面提升，尤其報告提到醫療成本上升，令企業面對保持具競爭力醫療福利嘅壓力。企業最常見考慮調整嘅福利，包括員工及其家屬嘅醫療福利、彈性工作安排、彈性福利安排，以及僱主對退休金計劃嘅額外供款。呢啲代表未來福利未必係全面加碼，可能係重新分配。醫療保障、彈性工作、退休供款會成為企業重新安排福利資源嘅主要範圍。部分公司可能會加強某啲福利，同時削減其他項目。所以打工仔未來睇 offer 唔可以只睇月薪、福利結構、醫療保障、家屬保障、彈性工作、退休福利、年假同休息安排，呢啲都會直接影響生活質素。所以福利變化表面上係公司調整制度，實際上係企業點樣喺成本控制同留住人才之間平衡。
我哋將成份畢馬威報告放埋一齊睇，會見到一個方向：香港職場已經重新被定價。首先，職位企業唔再單純因為人手不足而請人，每一個職位都要證明有回報。第二，技能 AI、科技、銷售、市場、營運、供應鏈、研發呢啲技能需求仍然明顯，普通執行型工作壓力會增加。第三係經驗，年資本身未必足夠。公司更想知道一段經驗可以帶嚟乜嘢成果。第四，福利未必全面增加，而係醫療、彈性工作、彈性福利、退休供款之間重新分配。第五，員工關係，員工留低唔等於有歸屬感，企業要留住人才，唔可以只靠人工，仲要靠彈性、發展、滿足感同工作可持續性。所以畢馬威呢份報告真正講嘅係香港職場正在重新洗牌，而6年真正值得留意㗎係資源開始重新分配，普通崗位受壓，關鍵技能升值，企業一邊控制成本，一邊爭奪真正有用嘅人才，打工仔亦都要由被動留低，慢慢轉向主動提升自己嘅價值。講到呢度，最重要係行動。市場變得難咗，唔代表冇出路。但方法一定要改。第一，唔好只講自己做過乜嘢，要講自己帶嚟乜嘢價值。無論你做邊一個崗位，都要將自己嘅工作講成公司聽得明嘅成果，例如收入、客戶、效率、成本、風險、流程改善、團隊管理。今日公司最想知道嘅係你嘅工作最後帶嚟乜嘢結果。第二，AI 唔好只停留喺識用 ChatGPT。你要識得將 AI 放入自己工作流程，例如用 AI 整理資料、做會議摘要、簡報、客戶分析，提高文件處理效率，減少重複工序。更加重要係，你要識得處理風險，包括資料私隱、公司敏感資料、準確性檢查同人工複核。企業最需要嘅係識業務、識流程、識工具、識風險嘅人。第三，打工仔要睇清楚自己屬於邊類人，未來職場唔係簡單分有工同冇工，更重要係你能唔能夠幫公司解決問題，包括創造收入、提升效率、改善流程、控制風險或者處理複雜客戶同市場問題。如果一份工咗只係重複執行，講唔出成果，壓力會越來越大。但如果你將自己定位成解決問題嘅人，機會仍然存在。第四，中年打工仔要將年資變成成果。如果你有多年經驗，唔好只講自己做咗幾多年，要講你處理過咩問題，管理過咩項目，帶過幾多人，減少過咩風險，改善過咩流程，幫公司節省過咩成本。今日公司只會為判斷力、客戶關係、風險控制同解難能力俾錢，前提係你要講得清楚，唔好等僱主自己估。結尾，畢馬威呢份香港就業市場展望2026，表面係一份就業報告，但細心睇，佢其實講緊香港職場嘅深層轉變。企業招聘轉保守，高層對人手方向出現分化，AI 應用急升，但落地有痛點。企業仍然需要特定人才，尤其係銷售市場、科技資訊、營運供應鏈同研發。員工留低唔等於有歸屬感，人工仍然重要，但彈性、發展、工作滿足感同穩定性同樣重要。福利會改，但未必係全面加碼。呢啲變化加埋就係一句説話：香港職場進入重新定價時代。每一份工、每一項技能、每一段經驗都要重新證明價值。打工仔亦都要重新定位自己喺公司入面嘅作用。所以如果你最近覺得揾工難，唔好即刻否定自己。市場真係變保守咗。如果你打緊工，但覺得唔安心，呢種感覺亦唔係你一個人先有。如果你係中年人，開始擔心自己被重新定價，亦都唔好急住否定自己過去嘅經驗。真正重要，將過去經驗講成成果，將 AI 變成工作工具，將日常職責轉化成公司睇得見嘅價值。目標係成為公司仍然需要嘅人。香港職場唔係完全冇機會，但機會會更加集中喺識轉型、識工具、識創收、識解決問題嘅人身上。呢個世代好難，但睇清楚數據、睇清楚規則，仍然可以揾到自己嘅位置。今日就講到呢度。
如果你最近都有想轉工但唔敢轉，或者覺得香港職場越嚟越難，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嘅情況。多謝大家收睇。